Yo，Hello，走馬嘅朝早啊，嗱聲貼埋機貼，4點10幾分就起身啦，去排空貼機貼，沖杯麵，哇係5點咯，夠鐘食杯麵啊！沖好杯麵，貼埋拉屎一張機貼，左腳都係起身都係有反應啊個踝關節，希望今日可以順利完賽。咁食早餐。食完早餐嘅話，仲要寫我啲記錄好嘅公里數時間。啲膠準備好晒喺度㗎啦，有士啤嘅添。咁寫好晒公里數時間。咁攞一支已經買好嘅皮膚筆。咁等下會寫喺手臂呢度。唉，落啲粉好啦，太鹹啦！而家即係自從舊年開始食清淡之後，1/5粉都唔知有冇。食呢啲嘢覺得好鹹。跟住家屬幫我沖緊電解質，而家飲啲，陣間再裝啲。一袋係揸住跑嘅，仲有2袋係2個折返處。如果家屬見到我就遞俾我嘅。哇！都仲係好鹹。琴日中午食咗3碗飯，媽食咗2碗拉麵。食完呢，就再拍支呢個賣剩嘅甜菜根葉，飲咗成個月㗎啦。我唔知有冇。有啲食唔落，就食個家屬親手整嘅白吐司，酸種啊，酸種做嘅。今日按呢個450配速，今日試下抄翻啲時間喺個手臂度。好，影唔影得出啦？好 OK。好，下一樣着裝備，基因放喺最後拍緊。今日普通放呢邊，右邊係鹽軟版，電解質嘅。好。點啊？咁樣睇得出好腫脹，一邊3條膠 ，Cis 嘅 Cis 啲黑膠真係好大支，還好啊，我覺得。加熟，喲，手馬，耶！出發！我也先。6點25分啊！哇，今日真係好熱，今日最高氣溫26度，濕度都高喎，過70。第一次未天光見到咁多車。天未光啊！家屬送緊我去安檢口，盡量令我行少啲，送得到邊就係邊。我預係6點45落車，而家仲有20分鐘可以慢慢塞，唔緊要，一切都在掌握中。天都未光啊！過嚟安檢啊，家屬擺低我，一切順利。佢就兜去10公里嘅地方，其實係9公里。試下可唔可以遞到第1袋水俾我？謝謝。去揾個全包佢先，揾完再諗辦法熱身再全包。睇下先，呢度係排隊乜嘢啊？呢度係排隊貼機貼嘅。nice， 半馬呢就右邊全包，全馬就左邊全包，檢錄結紮都喺右邊。你好，它這全包是按號碼和區嗎？是的。怎麼分啊？這個你看你的左邊，啊，6號。啊，6號 ，OK。1號。啊，好的，謝謝您。正啊，興奮，開心。OK。揾廁所。
我哋3個全馬，小康幾多？小康哥同阿成哥啊，屌，得翻我哋3個全馬，殺！我哋睇個太陽，加油！睇個太陽。我們終於是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開槍！5分鐘未必過到拱門啊！佢一槍過嘅話，就肯定慢㗎啦後邊。跑越長陽，越跑越愜意。打就5分鐘啦，1公里。係啊！真係足5分鐘，足5分鐘先過拱門啊！好，準備開標。係，衝唔喐啊！450，係，試下得唔得？走！也朝向我們眼裡的光。開標！讓我們互相比個大拇指。這是我們出發時候的底氣。而現在身背紅線棒棒部分的半馬的跑者們，這裡也是我們終點。各位，到啦！唔好咁興奮啊！唔好咁興奮，慢啲，你啲唔好搞親我哋啲全馬啲節奏。見到你太興奮唔掂啊！冷靜啲，都未開跑，心率150啦已經。日常嘅事啦，你唔使約啊嚇！冇跟我啊，你睇下，我跟1半啦，我好速，你可以係嘛？慢啲。哦，小心！喂！衝啊！追到，我唔知係 B 區出發 A 區出發嘅400套啊，喺5公里處追到。我哋比上計劃前5分鐘，所以係8點鐘到5公里。因為從開槍到拱門用咗5分鐘。加油！冇問題嘅，穩住。左腳嘅踝關節有感覺嘅，所以一定要穩住。心率仲係偏高，壓少少。去到食底支膠嗰時，睇下點算。一個5公里冇幾耐，差唔記得咗人生經過嘅第一個水站。我揸住袋水，所以我唔入，就為咗避開呢個亂流。
可以拍埋去睇下有幾亂。好誇張，係停喺度攞水嘅，全部係最快就行路，好多係停喺度攞。所以呢個水站真係唔入得。哦，半馬200兔仔，過埋去，不好意思。哦，順利過咗。等間我知啦，就算水站都可以遲啲，佢好長嘅呢個水站。因为他那个速度也是安全程度，他那个重程度的，他不是按车分的。要揾加速啦！肥妹，看到脚。唔得，隻左腳好痛啊！你的腳怎麼樣？哦，我聽到了，他說他的腳很疼。第一個折返，1/4距離啊！加油加油！左腳頂住啊，左腳！要過第二個小折返，追到3、4、5個肚，呢嚿電就錄到佢冇電為止啦。唔好意思啊！右转哦，右转，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不能太急了。仲未有垃圾桶嘅。
唉，到水站都未有垃圾桶。对，刚刚教了一下，最快的4要紧，进4要紧。你也不补吗？我肯定要补。上了回一点吧，好了，回一点。為咗抌個垃圾，硬入水站。一路超人感覺真係好正啊！差唔多311啦，加油加油！OK， 賽到嘅20公里，9點12分，比計劃慢咗6分鐘，計埋開槍嗰5分鐘，比計劃慢咗1分鐘。加油加油加油我們要分開了，前面要分開了。好，謝謝你啊！美女加油，勝利在望！我中了，還有5米。好，加油！加油加油！
半馬嘅人衝線啦，9點17分，槍聲時間14730，我跑咗142，都係開槍到過線嗰5分鐘，仲係目標成績。Come on. 一到全馬冇晒人，包場啊！所以一定要揾人跟，咁嘅節奏唔得。32公里之前，不要浪。叉氣，頂佢個肺。好，加油！晒入嘢嚟到。好大風，
加油啊！太大風啦！跟一下你啊！最後3公里見到家屬。揾家屬啊！33公里，揾家屬。唉。
你睇我超咗幾撚多人，屌佢老母繼續超，喂！等我們，加油！掉頭就來啊！
歩から取り戻すためもう一度リセットさげて目に映る賛成オレンジ色が滲んで見えて流す涙を静かに照らして帰る場所だって言ってる気がして並んで歩くほどに人と比べてばかりいつの間にか背伸びして強がる自分に気づく走り出せればほら掴めるから一度離した明日への地点もう何度から始まるから取り戻すためもう一度見せ縛られ風を引きずって身動き取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らが消えて忘れて最後1.5公里啦，跌速跌得好犀利，雙星3個半搞唔掂，勉勉強。悩んでいたことなんて地方でなったばかりだそんな時は立ち止まって見つめ直して自分らしさへ諦めない心をつかめまた最初からもう一度リセット好，只有1.2。また明日から笑い合える順利330完賽啊！俾加速俾你睇下個獎牌，3個鐘20幾分完賽，最後7公里跌速跌到，但係個高3 S 都係完全唔知佢充電係原來充咁慢，臨衝線先冇電，跟住加速又塞車嚟唔到睇我衝線，所以算啦，去睇下網上有啲咩官方嘅圖片，搞2張就算。嗱嗱聲去浸冰池，好曬哇！26度跑全馬真係唔係講笑，冇下次，冇下次。戴着帽子都感覺。首馬就跑豬馬，之後我諗豬馬應該都咁嘅天點跑，我真係唔明。橫琴月底馬場仲好啲。哇！阿輝仔啊，趌你啊，趌住翻嚟啊！你睇下，趌住翻嚟啊！安全完賽啊！犀利！首場全馬完啦，翻去剪片，跑跛隻腳，拜拜。哇！跑完隻腳跛咗，過嚟按一按先。啱浸完冰池，哇！隻腳唔係自己嘅。もう一度走り出す